明天听谁嘛？爸。装起说的来好，其实普通话说的太撇。啥子？退钱就完了。我要写字，和你摆儿龙门阵，我要找你退啊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觉得这句话很好，因为不管咋个你只要遇到这句话，你心头就会静下来，你觉得穷也開心，富也開心，就算你單身了都是開心。你說是不是？我覺得其實當鹹魚也不屁，但是要當鹹魚呢，就要當一當最鹹的魚，不要當白絲拉垮的鹹魚。我們初中同學還是有98年的時候，人很好，但是有點賤。初中的時候我就覺得他是那個社會上的人，我每次打架都打不贏，都是他來幫我的。你看吧，現在俠客氣，現在腳都殘了。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對，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大哥。他以前做過什麼？做過在那個西南民族大學門口擺過地攤，就賣碟子，還有教別人彈吉他，他不會彈吉他，那個時候騙人。但是要播的時候就把它切成東西。喂，說的有哪裡？我就。